广达3公顷的台南市东区德高国小，民国63年创校至今，学生数不受少子化冲击，已突破600位。各中得天独厚的环境和人文学习的氛围值得感受。20年前就推展书法教学的德高，不但没有在多元学习课程中被淹没，甚至进一步打造全国唯一的特色情境教室，来激发学习兴趣。课堂中，老师运用创意，先用电子书笔画，让学生了解文字演变，才开始书写。学生来到这儿，感受那份古典的气氛，自然静默提笔，气质就是不一样。同时，在教育部专案计划支持，也升级客家情境教室，感受到环境对于学习的重要性，让学生透过歌谣，自然而然学习。那这间教室成立的目的，最主要是结合我们学校本身就在推广课与生活学校以及我们的书法教育课程，我们把它两个来做一个结合。那这些教室里面所有的桌子、椅子，还有我们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设备呢，都是我们专案来申请教育部来补助。所以有了这间新颖的教室，学生见到这间教室，在感受上也很不一样。当然，较其他语言来说，原住民族语相对弱势。不过，全国第一所将原住民文物和图书馆优质化结合的场域就在德高。在这儿，除了透过文物和阅读情境聚落，增进师生和民众对原民文化的了解，也能形塑另一种阅读的乐趣，在学习路上快乐成长，故取名为耕读园 Kitulu， 就是排湾族语的学习。德高国小呢，自己有小朋友来产出作品，然后分享给其他的同学。他这个已经行之有年了，已经4年，就是学校大力支持，所以也蛮有成果了。小朋友大概已经画了将近40-50本的书了，这个量是已经到一定的量。那刚刚我们进来看到的那个，就是我们这小朋友，目前呢还没有毕业，现在是6年级，他讲了一个周族的一个故事。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学校都会把这种很精彩的这个口传文学、神话故事呢，那每个小朋友只要是进到我们德高呢，对这方面的熏陶都是很棒的。除了以绘本阅读成为分享原民文化的平台，另外为了呈现重要的音乐内涵，台南市政府特别委托德高设立 Ahoy 音乐教室，就是取自周族要为大家来唱歌的意涵，希望以原乡部落的传统乐器歌谣，唱自己的歌，跳自己的舞，认识自己的文化。镜头转到户外，看到德高6年级生在这一亩园圃中，像个热情的在地小农，不管除草施肥，还得勤快的巡查，害怕有机蔬菜遭到虫子攻击。不像有些孩子连莴苣是什么都搞不清楚，甚至挑食不敢吃。在这儿结合生态教育、食育课程和引进社会资源，学生除了亲土实作、体验农耕，培养爱物惜物的观念，并学习和菜苗们一起迎风茁壮。校方更取名为梦想田，期盼学生辛苦收成所得，能为自己圆梦。那这个教育农园呢，我们把它取名做德高梦想田，希望我们小朋友借由这些植物的一个生长来照顾它们，然后来达到他的一个梦想。因为这些植物呢，在他收成之后，我们的刘大哥他也愿意
全数的来做一个收购，那把这些收购的经费呢，来协助小朋友达成他的梦想。说到以上班中的姿态来到学习中心的这只拉布拉多犬也算圆梦，因为乖巧温驯的个性，很难想象曾经是遭到弃养的流浪犬，加上它善于倾听和陪伴，经校方评估聘为正式的拉拉老师，看见学生时常一拥而上，开心地和拉拉互动，除了让他重新感受人的友善和家的温暖，其实无形当中，拉拉对稳定学童情绪的回馈才是令人感动。所以让老师利用可以和拉拉亲近喂食作为奖励，让孩子可以更专注于课业。在他低潮的时候，他可以陪伴他走过这个人生的低潮。那对小朋友对生命教育非常有帮助。因为拉拉老师原本是一条流浪犬，那他到我学校之后呢，经过我们的有计划的一个过程中，他成为一个我们的辅导老师啊，那陪伴学生，也陪伴着老师走过这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104年起，学校以拉拉老师结合学习领域发展校本课程，包含拉拉的小书和绘本，学习计算拉拉的食量、量测身高体重和生命教育课程等等，进一步跨校服务。德高学生虽然弱势比例占1/3强，但却感动愿意奉献的专业师资来开设课后社团，不只免费教学，提供孩子拥有宽广的学习，同时协助弱势家庭学生有机会培养多面向专长。其中鼓术队不只传承气势磅礴的击鼓，加上打击节拍训练，可以促进左右脑的均衡发展，虽鼓队一族颇具规模。而训练有素的表演，在105年更荣获全国比赛冠军。另一个得奖常胜军桌球队，除了有堆到不能再堆的大小奖牌，更可贵的是沈日清老师透过桌球训练，让眼睛弱势的同学也可以拿到佳绩，连手脚不协调、感觉统合不佳的情况都能够一步步改善，令人欣慰。接着来到操场，在高兹尔球推广协会的指导，这项新兴运动看似温和，不过重点是学童得手脑并用，学习互相掩护击球，而且在不断训练专注和团队精神的默契下，104年起连2届拿下台南市府城杯比赛冠军。同时在操场另一个角落的网球队，不求回报的退休教练陈宏仁正耐心指导学生各种知识，让他们在比赛中崭露头角，可以感受一次次在挥拍那一刻所展现的力道和自信，说不定栽培的正是网球界的明日之星。确实，学生不只在课堂上获得知识，借由课后社团更能培养兴趣为专长。其中音乐教育延伸的子弟队和合唱团，多管音阶合奏声声入耳，加上迷人的童声合唱，都是培养感觉音乐、理解音乐和表现音乐的能力，并屡获佳绩。这些校队社团呢，其实带了给学生除了学科以外，其他的团体生活的学习。团体生活学习可以面临到他们在同侪之间遇到困难，相互的扶持。另外也会在这个团体生活中学习到，如果说遇到了各种学习上的状况，要如何互相帮忙、互相成长。这是个大面向，就是我们希望透过不同的方式呢，让学生能够多元的学习。也
就是说，我们希望在国小的这个阶段里面，6年里面，让他能够所谓的全人的教育、全人的学习，让他在不同的阶段都能够遇到不同的贵人。也就是说，我们老师在社团里面，在这个社团里面容纳了许多不同的学生，学生在这里找到他的出口，在这个地方他找到他的自信。那拉拉老师也给学生很多精神上跟心灵上的抚慰。那我们也看到很多学生透过跟他的互动，产生了情绪上跟行为上的改变。那书法情境的教室也透过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原来这样的情境教室，学生一进来之后，自然就会进到那种氛围里面自动学习，而不用老师太多的行为上的一些指导。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让我们的学生在这里能够找到他自己，能够在这里找到他的自信，然后展现他的自己。后面的奖杯就是我们历代到现在，我们学生在他的学习上能够在外面竞争上得来的一个成就，也展现他自己的能力。我们希望德高国小的小孩子呢，能够在这里快乐学习，有用的成长。在历届校长和师长的努力永续经营，德高以学习力、适应力、合作力以及创造力等4项竞争力为价值，培养学生全人发展。